来看一份上新的报告，根据后面的资料呢，1月时啊，在全世界已经创下气象历史以来上悬的温度。原本这专家是有计讲，热带太平洋是因为反响应气候周期，所以这温度呢是会较高。也毋过即马煞颠倒称起来，显示讲这地球气候反常的问题，恐惊已经比咱人所想的要搁较严重。北半球有风台顶级的火烧风，伫南加州烧出末日野火；南半球的阿根廷是出现破纪录夏季高温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水上乐园客满酸水的民众。后面的科学家七日公布的上新气温数据讲，今年这个1月的气温比去年同期升0.09度，创下有纪录以来上介热1月的新纪录，而且比工业前平均的温度高1.75度，延续2023年甲2024年气温连续创新高的趋势。And this is not only the warmest January on record, but it's also the 18th month in the last 19-month period where global air surface temperatures have been more than 1.5 degrees above that pre-industrial average. 科学家讲，上奇怪现象都是按照气候周期轮流来讲，应该是反盛型现象到位的时阵，也就是热带太平洋几大片较冷的海流上涨的时阵，应该温度会降低，啊，毋过说反常无降低，颠倒升温。The key thing is that now we're getting these El Nino and La Nina events in a warmer world because of rising greenhouse gas levels. So that's making the extremes even more severe. 科学家讲，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都是人类的活动，特别是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创新高。另外，森林开发等因素嘛会增加气候变化。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。